跟当家亚维毛人亚维聊天室开门喽！Hello， 欢迎来到亚维聊天室。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今天这一集非常期待，很厉害的专辑，全母语，来自阿美族的这位创作歌手，他叫做是Lawis Awang， 哎呦，哎。耶！然后今天一起同行的呢，我们要来欢迎他的制作人之一阿曼。Hello， 你好，我是阿曼。很开心哎！今天这张专辑是在去年的3月31号发行的，然后这张专辑名字叫做《一次又一次》，是吗？对，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是什么事情？一次又一次，可以来跟我们聊一下。好，我们要跟观众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阿旺，是阿旺吗？还是对阿旺？还是Lawis Awang？ 对，所以阿美族的名字我们通常会称呼是前面的名字还是后面？前面。对，后面是我妈妈的名字。哦，真的呢。对，跟泰雅族一样。对，泰雅族也是，所以Lawis是你的名字，是阿旺是妈妈。对，酷哎。那来介绍一下，你是来自哪里的阿美族？我是来自于台东杜兰部落。哦，台东部落的 Lawis Awang。哇，对。据说你从事这个族语创作音乐的时间非常的长，是学长级的。没有，现在都是其实就是喜欢音乐啦，就是断断续续。我这手链。对呀，你怎么会有那么多手？就是断断续续，在音乐上面有在做就是持续的一个创作这样。对，断断续续是因为工作关系。对，那可以方便请问一下，你的工作是属于？我是就是在工地上班呢。哦，真的。对，我就跟那个一个叫熊哥的人。熊哥。哇，在工地上班，OK 的。对。现在只要能赚到钱就是好工作。是。对啊，那其实我自己也很斜杠。我自己除了做族语音乐，然后做广播、做 podcast， 我自己有在那个直播带货吗？直播带货，对，业配也不算业配啦，正在学习当中。对，因为其实我们在做音乐、做创作，尤其是做族语，很难赚到钱。那当你坚持着在做这件梦想的事情的时候，另一方面我们要填饱肚子。是，对，一定要。这是比较现实的问题。没错，一定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像偶尔有时候我会去跟人家分享一些创作的心路历程，我都会跟年轻人说，一定要稳定的工作，才有那个东西可以去支撑你的梦想。对。再话说回来，据说Lawis在2013年就曾经你有发过一张是合集，是。对，然后曾经入围金曲奖对啊，那个是蛮意外的。怎么说？那张专辑它是在写是一个什么样概念的专辑？它是属于一个母语的一个也是母语专辑，然后也是全母语的专辑，但是它是比较像，它比较反古调啦，就是以前的古调拿来重新再编曲这样。以前的古调就是每一首歌都是古调，对，就是重新再拿来编曲这样子。重新再拿来编曲这样子。然后据说那一届的入围者都是女性，有一个那个被三娘教子的局面就是里面有我们泰雅族的伊拜维吉老师，是，然后还有阿美族的伊利高路，对，伊利高路老师，然后还有一位突然间忘记少尼瑶，对，就 BD， 哇，很厉害耶。对啊，那时候我是蛮因为我其实那个时候我算新的人了，新的人，因为我是玩乐团的，其实我不会这种什么做专辑什么的，我是就纯乐团的那个时候，是刚好那个 Brainy 他们找我一起做这个合集这样子。哇，所以你一开始在玩乐团的时候就是在做族语吗？对，就是没有从国语开始，然后就慢慢去翻，去练习，自己去翻。真的，对。所以小时候在都兰的时候，有经常在使用族语吗？应该是这样讲，因为我妈是太原的人，我爸爸是都兰部落的人，是所以我的以前爸爸是跑船，所以我们就没有跟着爸爸，是跟着妈妈在太原部落。因为爸爸在跑船，你要怎么跟啊？对，那是不可能跟着他一起去跑船吗？
对啊，对，就是因为那是因为我们以前都是远洋嘛，对，阿美族都是远洋渔业的，对啊，靠海，就是跟着妈妈在太原部落，然后去学习这个文字、语言这样子。所以小时候就是都有接触到母语啦，对，然后做乐团、玩乐团之后，我们可能也是会从copy 的歌曲开始嘛，对，可能英文歌曲啊，然后创作的话用最熟悉的华语，我乱猜的，对，如果不是你要说错，不是，因为我记得我不太会唱英文歌，对，所以我都会以阿美族的歌为主，不可能是闽南语吧？因为我是唱客家的，厉害呢！到底我是唱客家的，原来是客家山歌，是，然后后来因为华语。制作人快忍不住，因为华语创作之后，你什么机缘让你去因为你从古谣开始嘛，就开始唱古谣，什么样的机缘？机缘哦，其实国中的时候吧，国中的时候，因为开始学习，国中也很小呢，对，现在蛮大的了。我是说身高身体不是肚子，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是以前国中的时候，就是刚开始学会讲母语，就跟妈妈讲，然后开始想要用母语的方式跟老人对话，跟老人开玩笑，是，然后慢慢的习惯之后，我觉得我们用语言来唱，就是自己的语言来唱歌，是一种很美丽的事情，没错，对自己的族语，对。可是古谣那时候你应该是要跟老人家一首一首学吧？也没有一首一首学，就是他们怎么唱我就怎么，我就跟着他唱，跟着他们唱，跟着他。我觉得阿美族的古谣很特别哦，就是虽然说我不太理解里面的意思，但是每一首歌它会包含的非常多的虚词，但是每一首歌它都有各种不同意义。对，比如说什么喝酒歌，然后还有什么。饮酒欢乐歌，对，还有迎宾歌，还有收到歌，反正就是我们唱歌的唱歌的同时，譬如说它只是个虚词，对，但是它代表了很多的意义。没错，而且更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想问一题，就是比如说饮酒欢乐歌，对，它是有固定的一个旋律，或者是整个曲调的组成嘛，它是有固定的嘛？基本上它是在每个部落的唱法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很酷、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说，它虽然是虚词然后在丰年祭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唱，有人领唱，有人副唱，然后大家都会唱对，怎么这么厉害？我就觉得怎么会有这么超酷的一件事情因为这就是最基本在部落的一个传承嘛，就是说，譬如说我们是领唱者，对，所以你个西拜的意思就是在领唱的人，对，就是譬如说我唱，然后后面的弟弟妹妹就可能就要帮我副唱，对，那其实那个都有练习过了，就是有先练团就对了，对了，一定要练习啦，那个没有练习谁会？对，因为我们就是不同族群，然后看到会觉得说，我们像观光客就觉得哇，怎么那么厉害？虚词他们怎么都可以唱啊？这样一呼一应的这样子，应答一唱一答这样，很厉害，然后非常酷。今天这一张专辑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它叫做《一次又一次》。对，但我乍听起来感觉上它很像古谣，但它的编曲很特别，就是对。编曲，我们请到来阿曼制作人来说一说这张专辑它的概念跟它的曲风好了。这张专辑其实是由4个不同的制作人一起做的，对，有3位的电子音乐制作人，然后包含因为我做专辑制作这样子。对，那刚开始其实有在讨论说，因为毕竟是做乐团嘛，对，然后也是对啊，也之前也听过说是以古谣为出发来去发过个人的专辑，所以我们也在思考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把他的声音保留下来？因为其实实在话是，我觉得被就是嘎嘎感动的部分很大，就是在你开口，他开口唱的时候，你听到的时候，你听到的声音是你会感觉到有画面的。
对，那个画面是有山有海，即便你可能没去过，但你也会感受到那个，就是你会觉得心里哪个部分被触动了，这样子。触动一下，不是心动的感觉，不是，是一种那种被触动的感觉，那种就是有土地，有风，有自然，有一些你会觉得你想要多了解的故事在里面。对，但如果一般如果做电子做电子音乐的话，可能大家会觉得说会不会变调了？哦，对，你说主语音乐，然后用电音去做的话，对，就是可能没有习惯听电子音乐的人，可能会误解，会觉得说是不是它已经变得不是原来的主语的样貌？比如说，可能同样是一句话，但是有的电子制作的方式会把那句话把它拆开来，把可能每一个字再加上不同的效果，然后再放到电子音乐里面去。对，但是会让人听不懂整句的意思。整句的意思。哇，这里讲到就是语言语言文化的部分，真的。所以你们在语言的部分也是蛮坚持要让大家可以听得懂我到底在唱什么。我觉得是至少首先是我一定不能完全听得懂，是嘛，对不对？但是那至少做出来要让唯一能够听得懂人的族群一定要先听得懂。对，很棒对啊，其实我最近在写论文，硕士论文，然后我自己也是做主语音乐创作，所以其实我的论文主题蛮有趣，我自己觉得啦自我感觉良好。我自己因为主语嘛，主语的创作方式有非常多种，所以我最近就在研究这个论文的主题就是在研究说我们的主语创作音乐是用中文写好来转译它，还是有的人他是编中文，然后边学主语，然后一起同步进行，好去做比较新潮的。另外一种就是可能先有了主语的底子，再去学习之后，然后再去做一些填调，然后把自己所能写的东西写出来之后，先长出主语，再翻译成中文。我是用这3种去研究这3种创作方式，我觉得其实还蛮有趣的。那刚刚这样听起来，你们比较偏向是第3种，感觉上啦。因为从小到大在这个环境长大，对，然后又想要把这个歌曲里面的故事让族人他是可以听得懂，没错，对，然后感觉上，比较像是我们用音乐来服务我们的文化，来服务我们的族语，而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音乐艺术摆在最前面，但基本我们想要表达的事情，它被切割掉。对，不想要被死角了。对啊，很酷。那为什么专辑名称会是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因为讲一次又一次，原因就是我们在做这件事情其实它就好像是电子音乐。因为电子音乐它是一直在循环的嘛，对，它就是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一直循环。那我们在主语上面的创作，跟我们想要做的这件事情，希望就是可以，不是只有做这一次，它是一直一次又一次的被重复，一次又一次的被重复，就好像是以前我工作的时候嘛，就我工作是开大货车的，以前对，就是来来回回啦，就是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好像是我在开大货车的那个样子是一样的，就是一直不断的重复做这样的事情。对，其实我可以简短一下讲，就是说一开始其实我们在写歌的时候，我们最刚开始写的其实是专辑里面的最后一首歌。那最后一首歌叫做在写什么？它叫米努盖，就是回家的意思。回家。对，那因为我想族人们可能都会比较有感受的部分，就是当你离开家到了不同的地方，然后那个地方其实也是家的时候，那个来来回回在不同的地方反复的去不断的找到认同，或是去验证说我是从哪里来的这个过程，然后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在发想说，那我们有没有不要说我们直接讲，因为专辑如果直接叫回家，也是可能会500张一样的吧，都叫回家这样子，对，比较有想象空间啦。对，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找寻自己，一次又一次的回家。你要回哪一个家？回你山上的家，你原生的家，或者是你来到都市，重新又创造的一个新的家庭。我大概可以理解。所以从《回家》这一首歌，它是这张专辑第一首诞生的歌曲嘛？其实是第一首蛮明确的歌曲。那时候刚做。那为什么劳维斯会想要写这首歌？
你说回家这个吗？对啊，因为它其实它是一个我们整张专辑的一个故事走的尾端，就是因为我们写这一首歌，这张专辑它是从头，它是有故事性的，然后从英雄开始，然后一直到开车，还有巴拉嘎，还有土地，还有一些我们那个 debut 就是看护的意思。看护哦，对，就是照顾看顾。对，不是照护工啊。对，我想说长照那个长照2.0准备要来宣传一下。就是它是整个故事走的尾端，那回家这一首，但是它又是我们在创作的第一首歌曲，只是刚好我们把它放到最后，本来它是放在第一首，对。我觉得放在最后一首的安排也蛮不错的因为大家终究都要回家。对呀，最后你还是要回家。看你是要回哪里的家，小三的家还是什么？不是干什么东西？干什么东西？对。据说你刚刚有说你之前是开卡车，是在这张专辑里面也有讲到开卡车、开车，不是开卡车，也是开卡车啊，就是开货车、大货车，对，送货，对，比如说像那种新竹货运那一种，算是啊，比那个大一点，对，比那个大卡车，大卡车。就是在路上，你一定看到是学长，就是那种最大的那种车，是连接车，还没到连接车，类似有可能到17吨之类的。17吨，那里面是载什么样的货？就是在那时候我在做，就是在那个铁管，然后还是在水管，那种南亚的水管，然后再去高雄码头那边去下货。一天就是只载一趟吗？还是要载很多趟？没有，一天去一趟，回来的时候再载货回来公司这样子，或是再去别的地方，公司小姐会打给你。所以你变成是你会是开车跑就跑，他叫你去哪里你就去哪里。那也蛮不错的啊，就是如果每天去的地方是不同的话，就可以看不同的风景。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对啊，所以我开车很开心啊，虽然很累了。对，就是你可以去很多，像我去南部，我没有去过的地方，就是我开那个大车。就是走在那个小巷里面，就这边是哪里？我就看就很好奇啊。那地方开着超级大17吨的车这样子，然后对，它有17吨，还有那个8吨的这样，就是有时候会有这样交换开。那你有没有曾经因为开车的时候，因为车很大台，对，然后你应该路很熟吧？还是你会用 Google？ 一定要 Google 啊。我们去南部根本就不晓得。可你不觉得 Google 有时候它会带你走一些很奇怪的小路吗？有一次我就这样子啊。对啊。我要去那个工地，然后他把我绕去那个山上的那个露营区，然后我不知道怎么下，我也不能倒退，车太大台，也不能倒退八股巷下来，我就顺着那个路一直下，越来越小，后来变成是稻田，我就直接把那个车开到稻田上面。哇塞，没有路了，直接，那你车子怎么没有？它是双轮的，还有没有陷下去？它水沟也下不去，轮胎太大了，很可怕。在稻田是很恐怖。我会问你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自己亲眼有看过大货车，就是我住基隆嘛，基隆很多小巷道，就大货车它可能也是因为要送货，然后它就误闯到我们社区的巷道，结果小巷道我们那种旧公寓，它都有那屋檐挡雨的。一开过去，整排跳下来，真的会这样子。对，然后那很倒霉啊，因为他赔进退两对，就路况不熟悉了，他就只能硬着头皮给他开出去，有没有整台？天，对，很辛苦。对，所以有时候还是不能太依靠那个 Google 导航，自己还是要判断那条路有点小心，不要进去。是。对啊，那现在在做音乐，做到。去年发行这个是第1张个人的专辑。那专辑发行完之后，你的感觉是什么？我的感觉，我觉得就好像就是自己上了一堂课，自己给自己上了一堂课。怎么说？就是在主语这一块，就是学习的东西又更多了。哎呦，因为你在写歌的时候，你会去想嘛，你要怎么去写？因为你要写得出来是可以，因为我不是老师啊。我们也都不是老师，就是想说用我自己最简单的方式去翻译这个词的时候，去讲这个话的时候，我要怎么把它表现在我唱歌的这一块？对，所以就会想很久，而且你要跟音乐搭配的时候，我很容易就是听到音乐我就知道要唱什么，就是我不晓得我现在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真的好天生的音乐创作人哦，就浑然天成，听到音乐就可以创作，就是想到我大概要唱什么了这样。讲到这一题，我想问一下，就是通常你是故事先写出来才有音乐的人，
还是说你是这样？我们是本来是因为我们在做这个电子音乐的时候，我们是在想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发挥我们自己的应该有的部分，比如说我是写歌，然后创作，然后就是翻译，然后我们就是要有一个想法嘛。可是那个时候都没有头绪，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就想说，阿曼是讲说，那不然这样好了，他用一个故事轴，对，故事轴，对，就开始画出来。故事轴，就可以请阿曼讲一下。对呀，好酷哦！因为我想，因为语言可以说的故事有很多。对，那我觉得嘎嘎在唱歌的时候是需要画面的人。是，他不是啦？为什么他的小名叫嘎嘎吗？没有，哥哥。哥哥，哥哥，对，阿密斯阿美族语的哥哥叫嘎嘎。对，长辈，对，好可爱，男生的长辈这样子，就是哥哥一辈的，就很像韩国的欧巴那样。对，欧巴，欧巴，对，嘎嘎就是欧巴的意思。对，懂了，大家有学起来吗？对，是嘎嘎哦。好，对不起，打断你，请继续。不会，所以就是听到嘎嘎在说他在唱歌的时候，我们也是有先感觉到画面嘛。那的确，我就觉得那应该我们就先从画面开始。那因为我们那时候有个目标是，我想说，我们先不管故事什么样，但我们希望我们做出一张是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可以听的歌。你可以打起精神听，然后你可以开车的时候会有感觉，可以往前开，不会觉得疲累。因为你也知道，从北部到东部或南部是长途的车程。对，哇塞！我听你这样讲，我整个头皮有点鸡皮疙瘩出现。为什么？因为我这2天，因为我要专访你嘛，所以我就是都是在开车的时候听，因为我上班都没有办法分心，我们不能一心二用。是，我家住很远，我基隆要到新北上班，所以我开车的时候听你的歌，然后也是一次又一次的来回这样子听，然后真的确实是很有画面，而且我想要等一下。不好意思，我又离题了。我们可以先讲一下时间轴啦，时间轴还没讲到。对，所以我们就说，对，回来想说再问时间轴的问题。就是开车嘛，然后说那你开车要听的歌，那我们来想想，那你开车，我们第一个开始出发，我们感受到什么东西，然后就慢慢一步一步。最后我就写了一个故事，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我在做这张专辑之前也做了一些田调跟考察。对，那在阿美的文化在台湾来说，有找到阿美文化最早时期是在3000多年前，在台湾的地方找到，跟有考究哎，对，跟整个世界的那个巨石文化其实是同一个时期这样。那我就在思考说，因为其实我也很喜欢一些外星的文明啊，或者是了解一些不同的文化嘛。那我就在研究这件事情的时候，会觉得说，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在2026年，我们可以找到3000年前在台湾的东西，那是不是代表我们现在在这里做这件事情，我们也有机会可以留到未来的3000年？我一定可以啊，一定可以啊，因为我们现在的那个录音技术跟那个保留，就是我们的那个载具，就所有的艺术的载具的技术都比以前好太多。没错，以前根本连文字都没办法去记录啊，声音什么的。没错，所以30万年以后都有可能。对，可看放在哪里来 ？USB。还是应该没有 USB 这种东西了吧？应该没有了吧？对啊，以后可能就是什么载具都不用，我们只要用脑波。用看这样子。我要听阿曼，不是阿曼，我要听劳伊斯，然后他咻，他的音乐直接串入。对啊，这不是没有可能呢。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对呀，用脑波。对啊，对啊，用脑波，用电波。所以在讲的时候，其实因为电子音乐也是一个很新时代的东西嘛。但是当它在跟古调出现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强烈的碰撞。对，所以这个很强烈的碰撞，从故事本身到音乐本身，甚至到专辑封面设计本身，其实都是一个有蛮极端的碰撞在里头。对，所以专辑里面刚开始就在讲说，有一个青年是，然后他就是从部落出生，然后来到都市之后，在这个都市里面找到的工作就是开车，然后开着有一天他就听到了风的声音。就引领他一路回到了他的家乡，然后还没到家乡前，他就在一个大自然的环境停了下来，然后就有声音引导他一路往到山上走，然后在那个地方就有一个就是可能可以感觉是可能过去有祖灵或祖先生活过的地方，对，那他在那里很疲倦，他就休息，然后在那边休息，大树下睡着了，睡着的过程他就
穿越到了3000年后，穿越，还是根本是可以拍一部连续剧，好厉害，可以。对，那所以我觉得蛮厉害的。还没有阿美族的穿越剧，好酷，好像对，超酷的，阿美族的穿越剧好像不错。那从这个开始，这样对，那他穿越过去到了之后，其实就有那个时候的族人就问他说：“你是谁？你从哪里来？”对，那他们对话了之后，发现即便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他说出了那个话，他说出了那个语言，他就知道是自己家的人，那他就带着他到了未来这个3000年后的一个一样是一个像部落丰年祭典的环境这样子，然后他就跟着他，就是这个男主角就跟着这个未来遇到的人，就跟着他进入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在那个地方，他就当然就欣赏了那个地方这个接下来流传的音乐或是文化，是对，然后其中有一段就是在讲巴干努爱，就是在讲少年阶层。在阿美族里面，他们会有不同的阶层，对，用年纪来分，不会分你是哪一家的人，还把所有的人的就是人打散，然后只用年龄阶层来分级。比如说。这个阶层是10岁到13岁，对，然后下一个阶层就是16岁到19岁，对。所以像比如说都兰的嘎布的分法就是很明确，就是这样。对，比如说像嘎嘎的阶层可能就是一个年龄阶层，5年一制这样。哇，对，很酷。那分这个阶层的用意呢？是要它就是就是譬如说，它有分工作啦，有的就是年轻人的部分有护卫的，OK，有的部分是在就是你爱就是在看，就是窥视的人、窥探的人。就是依照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年龄层，然后去分配给他们该学习的或者是任务。哇，好酷哦！对啊，我去看的时候我也觉得超酷的，对啊，而且你要想象是，比如这个阶层，我现在学习也是这样。对，等我5年过后，我学习完了，也不能说学习完，就是我学习到一个阶段了，我又到了新的阶层去，我又重新的学习。对，可是我带着我过去有学到的东西，然后再继续往前走，就是一次一次的不断的晋级，对，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对不对？一次又一次的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晋级。哇，真的很酷哎！真的要制作人来去讲这个专辑的概念，我们才有办法去理解说，哇，原来这一张专辑一次又一次，它是有一个时间轴的故事，带着我们传统的概念，从现代的你脚踏了这个都市的社会，不小心又走回到了不是过去，是未来到的未来。对，我觉得很棒。它是从有的一个东西走到我们开始想象、幻想的世界，但是它却又可以跟音乐、跟你的文化传统结合在一起。对啊，我觉得哇，这种想法真的是很棒。那在这里面，其实我有听到拉维斯的声音，是跟电音，就确实是像阿曼讲的，他的声音很传统，对，然后很有灵魂。我会听到是一个，对啊，很有一个怎么讲，耆老灵魂的嗓音，但是声音不是老。你的声音不是老，但是你有那样子的味道出现，再加上电音，就是可能有点 EDM 的碰撞，然后就会觉得说，它好特别，然后觉得说这个音乐我会联想到，桑布伊，然后会联想到，宿命。你自己感觉自己的音乐跟他们有什么比较不同的地方？其实。我以前在驻唱的时候，在唱歌的时候，在原住民产业唱歌的时候，也会唱到一些原住民的歌曲。对。那当然，有的人会觉得，奇怪，那声音怎么好像是刚你讲的，对，少不一样。对，可是又不太像，又不太对。然后同一个山脉嘛，有那个感觉，但你的声音它是属于真的是比较老一辈，不是老一辈，我没有这样讲。他的嗓音是比较接近古谣传统，但是你有那个味道，但是你又比较新。是因为我有去跟人家解释说，像萨布伊他的声音是比较圆润的那种圆厚实的，对。我的声音是属于那种穿透的，比较透，就是当然也是一样，是有点老腔啦。对那个老腔是灵魂老灵魂。是怎么讲？那个变成是一个很自然的唱歌的方式。对我们在部落里面其实也有几个年轻人在练习唱歌的时候，他也是会有这种一个样子，只是说那个声线的部分会可能是大家都不同。
对啊，每个人有自己的个人的辨识度啦，只是说你自己感觉说你自己做出来这一张专辑，好，因为他们前面都已经有做过了嘛，比如说像署命有做过类似电音类的阿美族语的，然后桑布伊老师他做的也是比较属于他自己个人也是比较特别的音乐。你自己会不会觉得说，我做的东西跟他们不一样？然后有没有你自己的想法是什么？我自己的想法其实就比较简单啦，就是说其实。虽然说我们做的音乐大概大家都有做过，对，电子音乐、电子舞曲还是什么你看是那 acoustic 的也好，反正就是像署名他那样也是可以啊。只是说我们做的其实我们做的都同一件事情，就是传承语言上面的那一件事情，我觉得那才是最重要的。音乐的变化其实很多端啦，对，所以我自己在想说，我做完这张专辑是最主要就是可以用不一样的方式，让年轻的人去学习这样的音乐跟文字，这样去学习。对，那用这样子的很新的音乐，然后经过碰撞的音乐，让年轻人去吸引他们，有没有把握可以超越2位前辈？超越不敢说了，先同台吧。可以啦，可以啦，我们要对自己要有信心，好不好？对自己要有信心。然后讲到这件事情，你们这一次这一张专辑有出实体，然后专辑封面的设计很特别。我想要问的是，专辑封面它是石头跟这个霓虹灯吗？它是属于霓虹灯吗？它是霓虹灯，对，石头跟霓虹灯这样的一个概念是要表达的是灯红酒绿啊！灯红酒绿。其实我觉得，因为你也认识嘎嘎嘛，那所以嘎嘎早期本来的名字是拉威斯拉外，那也因为在创作这张专辑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逐步一步一步的跟着嘎嘎，就是理解到家里的一些故事，对，然后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就跟着回到都兰爸爸的姓，然后到了都兰去嘛，那所以才改成为阿旺。那都兰。没关系，讲话我的舌头就是都兰的古语叫做阿都兰的意思就是指石头堆叠的地方。都兰是石头堆叠的地方，就是因为阿美族话里面就是阿都兰，可是你不能讲错哦。讲错就会变成是另外一个意思，对，不太好，就是不太好听，是属于健康教育的一块，对，就是 OK， 它叫都兰，用这样都兰，因为花莲那边是有一个叫阿都兰，就不一样的，所以以前阿美族叫都兰的意思，的意思就是在石头堆叠的意思，这样。因为我们在海边嘛，对，海边有很多石头啊。以前都兰部落就是用石头堆砌起来的。对，以前的都兰房子吗？是那个部落。那个部落。对，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用石头堆砌起来的，所以那个叫都兰。都兰，对，很酷。所以因为这个地名的关系，然后也是因为很特殊的是，我们也因为这样这个过程，看着嘎嘎回到部落去，然后所以我会觉得说，用他的一个。就是现在认定为在他的部落的地方出发，石头，对，就是石头堆叠的地方，然后把它放在这个专辑的寓意里面。那为什么会用霓虹灯？是因为霓虹灯代表的其实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就是应该这样讲大来槟榔摊不是没有啦，不是都兰槟榔摊不是吧？这个是怎么样讲？这个考研有点深。总而言之就是在过去日本有一个漫画家，他写了一本书，书里面他就有提到 cyberpunk 这件事情。那 cyberpunk 意思是指说，在未来的地球，它会是一个工业跟生物科技跟大自然，可能没有大自然了，可是跟一些就是工业东西结合的环境。然后那个时候的色彩跟美学，其实很大的元素就是在霓虹灯这件事情上。对，因为霓虹灯它是不需要钨丝的。霓虹灯是用惰性气体跟电结合在一起就会发光的东西。现在上了这个是什么化学、理化还是理化之类的？哇塞，好有意义、好有学问的一集节目哦。然后，所以我就想说，那如果是一个代表未来性的东西，然后跟一个代表就是土地原来
就有的东西的结合。那我觉得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做。那其实你在里面看那个石头，就是很多东西是这样嘛，就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嘛。像电子音乐也是嘛，它有可能是电子配器的东西，但是我们的专辑里面的打击是用真的哦。然后这张专辑封面呢，其实石头才是假的，那个霓虹灯是真的哦，霓虹灯是真的，对，它是真的霓虹灯，就是一位他是专门在做霓虹玻璃艺术的艺术家做的作品。然后他把它拍摄下来吗？还是我们就是另外把作品做拍摄，然后再让就是设计师去把这个概念做回融合，这样子很酷哎！我以为都是假的啦，对，就是大家会就是这个错觉，石头看得出来是假的，对。但是霓虹灯，没想到它居然是真的，它是真的霓虹灯，它是实体的霓虹灯，它是真的玻璃的实体的霓虹灯。哇，我的老天！然后颜色也是这样子，颜色就是长这样，非常厉害。可是，在这一张专辑的实体专辑里面，整张完全没有看到你的人照片。为什么？太帅了 ！Why？ 没有，因为我就觉得说，我最主要这张专辑出来，我有跟他说讨论过说，他们本来是要把我拍上去，可是我的意思是说，我要想要表达是这张专辑的完整性，就是以古调我想要传达的意思，而不是我。对，我想要传达是我的声音而已。很棒，很棒。所以我长得也不怎么样啊。不要这样子讲，这是你的作品啊，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聚焦在音乐上面，在作品上面，还有他们想要说的故事。对。如果我们只是说，那好像在讲我自己，自打嘴巴。那专辑封面是一个人穿着漂漂亮亮这样的，那也是要很漂亮才可以。没有啦，不是啦，也是很有概念，不是啦，要聚焦啦。其实音乐本身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把这个作品做出来，要让大家听到，然后你们可以专心的听它到底是什么，而不是说我看封面很漂亮，然后里面的看文字，不是。实体专辑的封面文字只是我们要来辅助，来告诉大家，因为很多人看不懂、听不懂族语，然后来去那个辅助一下，可以看到它里面到底在写什么。然后想要问一下，我们现在所有的串流平台都可以听到这张作品吗？是的，没错。然后实体专辑在什么地方有做贩售呢？诚品、博客来还有各大唱片行。太棒了！所以各位听众跟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要支持哦。对，这张专辑一次又一次，对 ，La Vis Awang 请你们去串流，先把这一张专辑听过一遍。它是一个穿越剧。穿越时间，阿美族的穿越剧，然后我们有阿美族的欧巴做创作，嘎嘎就是创作给大家。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张专辑。在最后，我想要问一下，这里面第3首歌是我最喜欢的，请问第3首歌，是那个情歌它不是情歌巴拉嘎开车吗？原来是开车对，开车，是开车。你知道吗？这一整张专辑，我听完之后，我就会一直去按第3首，一直 repeat 去听。我觉得我也不知道他在唱什么，然后原谅我的有老花眼，我没有办法看你的歌词，因为我也没收到这一张啦。对，我就觉得它很好听，所以它是开车，是开车，开车的时候写的。对，就应该是说我把开车的那个情绪写上去。对，就是我每天那时候在开大货车的时候，对，但是不好的不会写啦，我是写的是开心的。那你真的有 get 到开车的人呢？我就是在开车的时候，就是一直听，然后就觉得这首歌怎么这么好听，然后旋律也很特别，然后编曲也很好听，很舒服。这张制作人是。我们有3位制作人，对，一位是孝琴，也是在前年有得金曲金音奖的电子音乐制作人，然后另外一位是大卫 FTK， 也是在去年得了金曲金音的电子制作，然后还有一位是 OVDS 的 Kit Trust。对，然后他本身也是 OVDS 自己的这个乐团的制作人，对，那他也是有入围金音奖，都是金曲金音非常厉害的制作人，对，跟编曲老师，所以你们其实这张专辑去年很早就发行了，对，好3月底就发行了。那对于自己，因为再来就是要
揭晓入围金曲奖，你们到底有没有信心？有没有信心自己可以入围？志在参加，还是要希望得奖。对呀，这么好的专辑，对啊，希望更多人可以听到，因为我们真的花蛮多心思在这件事情上面。对，就是不论在磨合跟对于文化这件事情的了解，因为我觉得跟着嘎嘎一起回到部落，从认识他到一起创作，到跟着一起回到部落，这整个路程上真的学很多。做这张专辑的时候，有一直不断的回去部落去做田调？没有，就是我就是被田调的人了。哦，我们田调他，我就是部落，然后不够的部分请他再田调。你就是部落，哇！没有啦，我的意思就是我基本上我在创作阿美族专辑的时候，是我自己就可以跟他们去做一些每一首歌的解释跟讲话的方式。没错，对，就是这是我觉得我可以做到的，我们就不需要去还要特地跑去部落去问什么的。除非我自己不懂了，我就会问我这边的北部的法基，就是我的长辈，对，就救他们这样。法基这个我之前有听过，有学过这个字，法基就是叔叔之类的，对，所以我只能叫嘎嘎，对，还没有到。他很年轻啊，对呀。今天很开心可以聊到这张专辑，一次又一次，我觉得它是一个我自己个人不专业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概念性很强。然后有讲到文化的事情，而不是说我只是在写我突然间当下的什么感觉，或者是某一首想要写的情歌，又或者是说我只是唱了，不能讲我只是，又或者是我唱了古调，然后来做改编，而是它是一个全新的创作，概念性非常强。那我自己在这边听过了一次又一次之后。大力推荐啊！希望各位观众跟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去听这张专辑。那当然，在节目的最后，我会放我最喜欢的那一首歌。那首歌它的主语是巴拉干。巴拉干，对，好，我们待会在最后来听巴拉干这一首歌。那我还要再问几个问题。在去年3月底发行，你们有拍 MV 吗？还是说有计划要做 MV 这件事情？我们有拍了一支 MV 哦。过程也是不简单，我们也可以分另外一集来讲。真的，再来没关系，我可以把我的废话剪掉。对啊，MV 是哪一首歌？MV 的话，我们是用底不正，对，那个看顾，看顾，对，没错。然后 MV 的内容剪辑是都蛮完整的了。哇，那但是因为还没发行吗？还没。对 ，OK。然后会选用这首歌，我觉得也是当时的那个导演，那个导演叫蛋蛋，他也是对于这首歌特别有感觉。哇，对，看顾，这首歌也是特别有感觉。然后我们也在想说，在歌的，就是在做这首歌的过程，也是有跟另外一个我的阿 Miss 的好姐妹啦 ，Beats，就是也有邀请她来唱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歌，我觉得很棒，前面也就是那个考研的部分啊，就是因为这个有谈论到画面吗？画面的部分，其实因为毕竟我觉得，好，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自己是汉人，所以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尤其我们在做影像跟音乐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一群汉人的团队在，就是学习怎么样做这件事情。对，所以我们我当时候做的时候，我其实就有提到说，我觉得我们不用要到。比如说穿着族服出现，是我们不要把这个色彩放进来，因为那个色彩真正的力量是来自于听到歌的时候，你听到歌，你去了解这个歌在讲什么，它的字是什么东西，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的 MV 最后也是采用的部分是没有用族服的方式呈现，但是我们的就是出现在画面的人其实都是族人这样子。哇，对，我觉得概念很好，因为其实。这个族语文化族群文化，当我们写这些歌的时候，不见得你真的一定要用什么图腾或者是族服来去表现它，而是很诚实的，因为我们做的是音乐，从歌声，从我们写的东西。那讲到这里，我们是不是请拉维斯可以来清唱一段专辑里面的歌？清唱一段专辑里面的歌，这个可以。你的那个 gain 如果很大你会听到5座山真的，那我炸裂的声音。一样就是用那个因为我里面有唱一首，就是在回家的那一首歌，那后面
有一首歌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古调。对，我相信每一组都会唱啊，只是我用这一首歌来代表，就是我想回家的情绪。好的。海岸，海岸，海岸，嘿呀哦海岸，好hen嘿岸，好hen嘿岸，好岸。哇，好感动哦！真的随时随地就是自然说来就来就可以唱。是，对啊，这个就是真正的实力。不知道大家听完看完这一集节目之后，内心有没有像我一样非常的感动呢？我们今天真的很开心，邀请到Louis阿旺还有我们的阿曼，谢谢大家，耶，谢谢。后面再来个回马枪，请问怎么搜寻你的 FB 跟 IG？ 我们有那个粉丝专页，就是只要在那个 FB 上面，只要打 LAWISAOW 就找得到我了。然后这边后面再加中文的部分是拉卫士阿旺，拉卫士阿旺，对，要帮助一些汉人的朋友找到你。我是卫是卫兵的卫，然后士兵的士。好，卫兵、士兵、拉卫士阿旺，对，耶，一定旺，好像蛮不错啊，很冷哦。我说还不错，跟我们专辑名称一样，就是拉回去，对，旺哦，好，一次又一次的听，耶，谢谢大家，谢谢。到底是要不要结束？Lucia, Dara tua ai.
Khususnya Yawai Mauring. Kita Davavau Nealaki. Neskaya Dalam.